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节，拄啊好是咱现在早经拜三早经的时所在的约翰福音。伫即个约翰福音内底有真侪的故事，有真侪的比喻。但是上界重要的是，约翰福音是写互什么人看的？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？外邦人。所以伫即内底有真侪记载。伊的立场、甲看的方向，甲咱咧看马太、马可，就是路加方向的无啥共款。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读到即个耶稣甲尼哥底母，伫即个所在有真特别的是，即个人来找耶稣，伊是一个犹太人的，我看唔对，无啦吼，犹太人的。官做官的哦，伊是伫信仰上，伊是啥物款的人？法利赛人，然后佫有做犹太人的官。即个人真特别，伊亲像要来请教耶稣，但是伊伫啥物时阵来？暗时，是安怎伫暗时来？可能是惊人知啦。可能是惊人知，毋敢去互看到，因为伊是法利赛人，伊佫是犹太人的官，结果既然去找耶稣，结果伊甲耶稣讲啥？伊甲耶稣讲，伊所行的新业，若无上帝甲你三甲同在，无人会当行。所以，即个尼哥底母，伊伫即个所在，第一个伊有承认上帝的权柄，迄个权柄是对谁来？对撒旦来吗？对魔鬼来吗？对世间来吗？拢毋是，因为伊伫迄个中间甲伊讲：你所行的新业，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但是伊嘛甲尼哥底母伫遐讲：人若无定头生，无法度看见上帝的。所以你敢看有即张相片咧翕啥货？敢看有？你若看有，我就免翕啊。就是因为看无，所以甲伊囥伫即个所在。因为含我嘛毋知影咧翕啥，天气无好，搁一拍电火伫遐找袂着路。我想，有时咱人想要来找耶稣，嘛是用即种的方法，因为爱伫咱的身份、面子。家伫咱伫即个中间，咱所互人看见的，所以咱咸菜无啥敢真光明正大来伫遐找耶稣。但是当耶稣咧甲尼哥底母伫遐咧讲的时，伊讲你爱定头生。即个尼哥底母甲伊问讲：人老啊是要安怎定头生？若无是要搁转去腹肚内底搁重新出来吗？结果耶稣安怎甲伊？伊讲，若毋是对水甲圣神生的，就袂当入上帝国。所以尼哥底母伫迄个中间，足奇怪，伊拢听有，哪有即种的代志？耶稣讲的是啥物？甲尼哥底母伫遐所想的完全无共款。我想一个是咧想讲，你讲爱定头生，毋着爱搁生一摆。但是耶稣伫即个中间所讲的定头生是。肉体顶悬的定头生吗？我想毋是。伊伫即个中间所讲，你若要入上帝国，你着爱定头生。然后即种的定头生是爱用水甲圣神对迄个中间定心生出。但是啥物货是定头生？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咱嘛重新搁一摆来思考，伫咱的信仰，也是咱的人生、咱的生命顶悬，咱敢捌定头生？有个人讲一个人，伊若是要用一种的方式要对头行到尾，意思就是，人一个原则要对头行到尾，伫过去可能会使，但伫现在有时真正需要改变。是安怎？因为观念在改变，价值在改变，想法在改变，甚至人一生的目标嘛有分几啊个层次，几啊个阶段。若习惯，人咧讲江山易改，
本性难移，习惯有时足歹改。是咱中间，敢有你从细汉的习惯，一直到你老拢总无改变。咱遮的习惯敢会变？以前泡茶啉咖啡，搁较济嘛袂困袂去。真若过2点啉落，就绝对困袂去。以前风肉看要几磅几斤拢顾在你遮，啊现在咧，硬甲拢足细力的，无啥敢的。啊若拄着迄落胆挂起来的，拢毋敢食。我想有真侪时，咱伫世间的日子中间，有真侪物件，咱可能真意爱要甲坚持。检采有真侪物件是好的，包括伫咱人生对过去到现在，人所行过、所立的目标，迄款的优先顺序，敢会改变？我想有时啊会改变，特别伫咱家庭内底，特别伫咱身躯内底。较早若是为着要拍拼，拢无困3暝3日1礼拜拢袂要紧。啊，若真诶，身体爱顾。啊，若是顾了无法度顾咧，只好放手慢慢啊顾，因为年纪有啊。我想有真侪时，咱人伫迄个中间一直在改变，毋是咱条件要改变，是咱无法度无改变。但是今仔日耶稣伫即个中间，甲尼哥底母伫遐咧讲诶，讲你爱定头先。伊咧讲诶是甚物款诶定头先？我想伊咧讲诶检采，毋是你伫肉体顶悬诶定头先，总是需要咱伫想法、观念、目标、习惯，甲咱诶心理、生理顶悬，尤其是信仰上，需要得到改变。尼哥底母，伊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伊是一个犹太人的官。我想伫伊的身份地位，以及伊对旧约、对上帝、对摩西的律法、上帝的条例，伊有真清楚的认识。但是是安怎伊会伫即个中间来找耶稣？我想伊一定是伫耶稣所行的事顶悬，看到一寡伊无法度用过去的经验来解说甲理解的物件。伊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。伊看到耶稣伫医病赶鬼，互人伫遐得到医好的中间，伊判断一项代志：来比你所做的，若毋是上帝甲你三个伫地，无人会当做。我想伊所看见的物件，嘛已经拍破伊过去正做一个法利赛人伊所理解的代志。伫过去犹太人。因需要会当来到伫上帝面前所靠的，就是守律法，所以因做2项代志。第一个惊出世8日爱惊割礼，啊，然后咧第二个爱守安息日，所以因用这诚做因的完全，因用这诚做因的完全。但是当伊看到耶稣来，伊所带来的物件完全无共款。伊伫迄个中间，重新看见耶稣伫清气圣殿的中间，对甚物人伫发圣殿，然后伫人面甚物款的人。我想有足侪时，互即个尼哥底母伫遐重新来思考，伊的信仰内底伊所信的到底是啥？但是趣味的是，当耶稣伫甲尼哥底母咧讲的是，所有一切遮的顶头先。为着的目的是甚物？就是遮最后一句，要互信伊的人，拢得到永远活。啥物话叫做永远活？你的永远活是啥？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咱若要甲想做是肉体顶悬拢袂死，哇！我看代志就搁大条啊，因为迄变做另外一种形式的木乃伊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要追求的，毋是安尼。要互信伊的人拢得到永远活，所讲的是甚物？所讲的是要恢复你甲上帝之间美好关系的平安。我想，即个美好的关系，嘛是咱真正伫咱生活顶悬真意爱去追求。你甲厝边的关系，
翁某之间的关系，爸囝之间的关系，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兄弟之间的关系，还佫有佫较复杂的，头家甲新劳之间的关系，还佫有甚物款的关系？老师甲学生的关系，咱感觉有人伫老师甲学生的中间，迄种的关系出问题，敢有人会惊老师呢？咱中间敢有人会惊老师呢？拢无，干那我尔，我足惊老师的，我毋知影是安怎，我毋惊互阮爸爸妈妈讲，但是我足惊老师。我一直到今我拢搞不清楚，可能是上届无听话哦，迄种讲了伤险，拢足惊老师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咱所要做的是啥物？咱要做的迄个顶头生，咱所要做的重新建立迄种的关系，就是要互咱恢复甲上帝恢复美好关系的平安。迄种的平安，毋是世间会当取代。迄种的平安，毋是用律法、用规定、用甲你讲你着安怎做，你着会当做到。但是是安那无法度顶头生。今仔日即个尼哥底母是安那伫即个中间无法度顶头生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毋知影爱放弃。对伫尼哥底母来讲，伊所爱放弃是啥物话？是律法。这嘛是耶稣伫即个中间一直要伫遐来教示，但是伫咱的中间，咱所无法度放弃是啥物？我想这就济啦。每一个人伫生活顶悬无法度放弃物件是拢各种拢无共。若是爱茶的放袂落茶，爱咖啡的放袂落咖啡，爱运动的、爱爬山的放袂落山，爱游水的放袂落海。敢听有我的意思？今仔日你意爱一个甚物款的物件，你掠伊做大做悬，所以你伫迄个中间放袂落来。意爱钱财的放袂落钱，意爱，佮意爱啥？意爱车的人放袂落车，各位，意爱权威的人放袂落耳卡，意爱体的人放袂落手。我想伫咱的生活顶，嘛有真侪物件，互咱放袂落。迄种的放袂落，有时是咱家己真想爱，但是做袂到；有时啊是咱毋知，咱一直甲拿掉。第二个，毋知影要放；第二个咧，无法度放，是安怎无法度放？咱有太侪亲情无法度放。你想要放，嘛毋是你讲放就放。咱有太侪的物件伫咱讲的一句话内底，互听做上界心声，叫做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就算讲你想要放弃这种的关系，你无法度放。我看见咱教会中间有真侪人，虽然人伫加拿大追求一个真好、真水的生活，总是伫台湾还佫有亲人伫迄个所在，咱敢放下？有时伫迄个中间真困难放，无法度放。有时咱会当伫即个中间讲，我为着我的囡仔来食，总是后来为着爸母倒去。我想人伫迄个中间行到一个程度，毋是咱会当决定咱家己所要做的到底是啥。第三个是安那无法度顶头生，是因为无有够野的思辨能力。啥物话叫做思辨能力？我想对着即个尼哥底母，伊有足特别的所在。第一个，伊知影耶稣所做的是出于上帝，是出于个人，所以伊敢有即方面的思辨能力？有。伊知影遮个代志毋是人所做的，遮个代志若毋是出于上帝，无法度完成。总是伊所欠缺一项，总是伊真谦卑的是伫对。伊犹原意爱伫迄个中间追求，问主耶稣讲，要安怎顶头生？佮当伊妈妈的腹肚内底顶来佮一摆吗？我想伫迄个中间，伊需要佮去找，佮去敲找，到底对伊来讲，伊所需要判断的到底是啥？伊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理解，
耶稣所讲的，毋是从体上的定头前。耶稣所讲的，是爱用水甲圣神，互一个人的灵魂重新有开始的机会。亲爱的兄弟，伫即个中间所讲的，不只是你爱有迄个眼光来判断世界的好歹，上时你爱有迄种的眼光来判断世间灵的好歹。看会到的物件无恐怖，真正恐怖的物件是咱所看袂到的灵。所以伫圣经内底，在讲起要有分辨诸灵的能力。你会知影，咱伫即个世间，咱所面对的，有时咱的对敌，毋是你所看到的迄个人，但是咱所面对的迄个对敌，是迄个人背后迄个，互人沦陷的迄个灵。咱要对抗的，毋是迄个人，咱要对抗的是世间掌管迄个歹的灵。然后是安怎无法度顶头先？因为即个中间，咱无有决心。无有决心要安怎？无有决心要将遮个物件所有拢总放掉的心内。亲爱的兄弟，当咱伫即个中间看见尼哥底母有一个真谦卑，然后真愿意伫遐求进步的心的时，我伫遮要搁跟大家来讲，尼哥底母毋是干那一摆伫即个中间出现。当伊即摆甲耶稣讲完话了后，伫后壁。第八章的所在，还阁有人要陷害耶稣，结果尼哥底母伫遐出来讲：啊，恁要定伊的罪，要定耶稣的罪，你敢毋要互伊申辩呢？所以，即个尼哥底母伫四福音的中间，伊每一摆所记载着的，伊是甲主耶稣所行的哪行哪换。那简单来讲一句话，就是。尼哥底母一直伫伊人生的中间，一直在追求真理，一直直到耶稣要互定十字架死的时，伊已经知影，即个就是上帝的囝。但是迄种的决心，有时伫咱的心上，无法度一个人就决定。我想，咱伫信仰顶悬有几个层次，有的人讲，有的是信仰，有的是道理，叫做顿悟。啥会叫做顿悟？石头舔一个，还是苹果割一个，舔，然后伊就发明牛顿。啊？你毋知影我咧讲啥吗？迄是苹果割着，所以苹果割着了后，就发现一个引力漩涡，就出现一个点，迄叫做顿悟。啊，若觉悟咧？觉悟咧，觉悟吼，就是到底要死的时，较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迄叫做觉悟啦。所以吼，意思就是，互你选甲你无通选，迄叫做觉悟啦。啊，但是咱大部分的人伫信仰、伫人生、伫生活顶悬的过程，有时毋是顿悟，有时嘛毋是觉悟，而是什么？慢慢醒悟。慢慢啊，醒过来。我的三个祖囝内底有一个足爱赖床，你有看卖对一个？迄个咧赖床吼，佮正有技巧。伊通常是三个内底第一个醒过来，然后最后一个落眠床的。啊，倒伫遐吼，你着看伊烂来烂去，啊一个被着安尼扭来扭去，啊佫会算捉迷藏。啊，到当时，所以伊是慢慢醒过来，但是很早就醒过来，然后无落眠床哦，啊，一直到当时开始落眠床，到有人生气啊，你再不下来，我就修理你，哇，赶紧走来去食早餐。我想真侪时人的生活嘛，亲像安尼，其实咱伫生活顶悬，拢已经是渐渐醒。咱知影足侪代志，但是咱无一定马上去做。咱了解，但是咱无一定去行。所以伫迄个醒悟的过程当中，需要一个啥刺激？物件捡落，苹果讲话，哇，醒起来啊，紧落眠床。
啊，你若阁无落来，就爱互你顿悟。尻川讲的就知影，顿悟。我想伫咱的生活顶悬嘛，亲像安尼，因为咱知影，但是无有够野的决心，互咱安尼做。那安尼决心要安怎来？决心一直到咱会借我甲新的美好关系产生冲突的时，有冲突的时，咱才开始有所选择。意思就是，我本来是原来的我，但是我为着要达到迄个美好的关系，迄个美好的关系有可能是我的厝边，有可能是我的某，有可能是我的兄弟，有可能是我的老爸，但是任何一个人，但是伫迄个中间已经有冲突的时，我必须爱做选择。安怎选择？看是观念改变，还是价值的改变；看是想法的改变，还是目标的改变；看是习惯的改变，还是顺序的改变；看是心理改变，还是要生理改变。生理要安怎改变？生理要安怎改变？咱逐个人拢知影，若要健康，就要运动。但是最后真的去运动的时，拢是到什么程度才去运动？不得不动的时候，或者是快要不能动的时候，才要去运动。我想这嘛是一种生理冷的改变。然后上解重要的是信仰上的改变。今仔日咱信仰上的改变，会互人的想法甲观念完全无共款。但是安怎咱会失去迄种美好的关系？咱本来人甲人毋是有真好美好的关系吗？人来讲一对情侣，从初恋相识到结婚是安怎？初恋叫做啥物水果？酸酸甜甜的。啊，相恋呢，就是非常的甜蜜。啊，到结果咧，开始有伊的家庭。啊，搁过咧，搁过就惨。搁过的叫做梦醒时分，突然之间才发现，原来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或许有真侪时，人伫迄个中间，为什么会失去美好的关系？失去美好的关系，不是因为世界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愿意改变。每一个人都想要有美好的关系。我真意爱甲我的太太有美好的关系，但是假使阮拢只有用阮当初熟悉的迄种疼，要来行规世人，敢有法度？和疼就爱分解，一定进步。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是毋是对开始到落尾拢总共款？有时真侪时嘛有时。因为这个世界，因为咱毋是咱改变，是这个世界改变，是咱的环境改变，所以咱必须要伫迄个中间不得不变。伫这两个中间，你会旧的我，甲新的美好的关系发生冲突的时，咱伫迄个中间爱做选择。我想尼哥底母伫这个中间，伊听到主耶稣伫遐甲伊讲。你爱顶头神，你爱用水甲圣神来顶头神。我想这种物件，互尼哥底母伫迄个中间产生着一个真无共款的结果，互伊重新去思考，伊人生所行的到底是啥物？互伊伫迄个中间来看到做一个法利赛人，伊佫是犹太人的官，伊伫一开始是半暝去，总是到伫尾啊。伊是当伫众人的面前，人讲，你要定耶稣的罪，免互伊身边嘛。我想尼哥底母伫伊性命甲伊的信仰顶悬做一个选择，迄款的选择是真理，甲伊做一个法利赛人甲犹太人的官伫迄个中间做一个选择。若是安尼，你的选择是啥？今仔日咱需要伫什么款的物件顶悬来做选择？伫信仰吗？伫关系吗？咱要伫啥物所在来做选择？
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内底有真侪物件，伊伫咧行，伊伫咧做，伊伫往头前来跑走。相信咱每一个人嘛需要受选择，你是咧坐咧，还是咧起来，大家斗阵行？伫一个教会中间，当咱开始向前咧迈进的时，你嘛爱做一个选择。你是要做一个参与伫内底的人，还是要做一个徛伫外口的人？伫上帝国的内底，你嘛需要做一个选择。你是选择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内底，还是你要看上帝国的事工伫你的面前一项接过一项？亲爱的兄弟，咱每一个人拢爱做选择，无论你有介意无介意。无论你有欢喜无欢喜，咱拢需要做选择。选择你甲上帝徛伫什么款的位置？选择你要安怎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？选择你伫所听见上帝的福音伫咱的中间开始咧运作，开始咧做工、做盐、做见证的时，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？愿咱伫即个中间三角来学习。愿咱互咱得到改变的，毋是世间的命；愿咱互咱得到改变的，是上帝通过水甲圣神行伫咱的心中，互咱的生命通过上帝的灵甲咱三角地地，咱看见一个无共款的世界，三角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伫即个中间，互阮搁一摆来参与。参与伫你的国，参与伫你的服侍，参与伫你的殿中，参与伫阮性命甲主你的性命伫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有所建立。主啊，我们要伫即个中间来做选择，我们选择的毋是旧的我，我们选择的是通甲你建立新佮美好关系的新的我。互阮伫即个中间重新来看见。主你的神运行伫阮的中间的时，阮就成做迄个宝贵的器皿，得你来使用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